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伫咧中部地区逼出免用信用卡去做分期诈骗的案件，包含逢甲、东海等11间大学，已经有95名大学生报案咯，而且这人数将有可能会继续增加。检方区提3名被告，这涉任的负责人呢是城阿金健，也那另外一位涉任的业务员，却是只有限制自己，检方已经提起控告。最近逼出真侪大学生和无卡分期方式来诈骗。根据教育部统计，到即阵总共有11号95名学生报案受害，无排除受害学生的人数也会继续来增悬。希望社会减少一点责骂，和受骗学生勇敢来报案。早起立委甲台湾学生联合会这团体呼吁政府应该建立消费者保护制度。分期付款后，商品的这个金额加计利息后，那总价会高于产品原价的1至2万不等。前几期付款的时候，可能就是零利率，那后期的这个利率是超高。立委指出，最近常出现的5大无卡分期陷阱，包含骗学生签本票，也是销售技术利息愈来愈悬这诈骗的手法。真侪签无卡分期契约的学生，得到销售的利息甲金额拢唔知影，也未少人是因为同学斗相报，拢偷偷落去这个无卡分期的陷阱。呼吁教育部应该赶紧落实宣导学生反诈骗，另外行政也应该对着无卡分期来建立相关的规范。针对诈欺犯罪的，他要做滚动式修正的侦防策略，并透过跨部会的合作跟公司力的共同协力，达到减少接触、减少误信。台中地检署讲，防具体的3名犯嫌，经过检方核实了后，4个店员被办交保4人负责人，加另外一个负责招待学生的4人的业务员拢涉犯加重诈欺罪。不过只有4人的负责人归案禁见。林姓业务员这部分则被裁定限制住居。本署今日于收到裁定后，已就林姓业务员被裁定限制住居之部分提起抗告。另外，台中市刑台讲，相关的犯嫌已经执行收查具体，会继续清查商店营资公司介绍人共犯的结果，来继续追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病院搁再传出劳资争议啊！台大病院企业工会今表示，有护理师投诉讲，这台大的儿童病院无经过同意，就用训练做理由，甲这渐层率较低的新生儿科护理师调去别个单位机关。病院表示讲，是因为这小组化的关系，新生儿科病床减少，才会进行人力的调度，互相支援。这部分会和同仁进行沟通。国内欠护理能力无解决，即马更加传出国内病院头叫台大病院和护理师投诉，病院单方面要求占床率较低的新生儿科护理师到其他单位支援，累计今年8月以来都达到100多工，控诉一方将护理师当作万能的工具人，临时为源头将所欠的能力补齐。其他单位的病童对我来说是比较少碰到的经验，甚至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没办法能够提供完整的照护。台大病院企业工会甲新生儿护理师共同发表声明指出，台大儿童病院定期发布交叉训练公告，毋但对实际训练内容一日拢无讲到，佮一摆训练周期达到16礼拜，根本已经轮做无限期之关。批评院方无顾欠能力的核心问题，只是给训练一名心不动调动之实。在不违反劳动契约的情形之下，它要符合劳基法第10条之1的一个调动原则。院方还是跟工会还有护理师可以好好的沟通，那可以减少劳资争议啊。对此，台大病院发声明强调，这摆交叉训练是中等度甲新生儿家护，也是上下游单位的训练，毋望增加对新生儿同情照顾的能力。院方会阁甲单位同仁继续沟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今年的天狗节本土疫情已经有上千例了，就算一直除药封治，也造成民众埋怨。甚至有民意代表认为讲，一直喷药这炭病棒已经有抗药性啊。高雄市卫生局也要利用生物封治来对付这炭病棒。目前有和这高雄医学大学合作，会用一种病菌来感染到这炭病棒。不过也未开始试验，这成果可能是无遐紧。高雄市天狗节疫情无明显降温，民众差不多行到道，拢有机会看到喷药封治。你可能就是知道哪一些地方疫情比较严重，就不敢去啊。很想去会不敢去。喷药也就是暂时吧，对啊，应急先这样子。
喷药到底敢有效？有民众认为是治标无治本，也有民意代表烦恼蠓仔出现抗药性，市政府回应目前也无抗药性的状况，也说明已经甲高雄医学大学的专家合作，未来会搭配用蠓仔吸蠓仔方式来防治，也是全国首创。这个欧巴克的菌株转植到本土的这个埃及斑蚊或是白线斑蚊身上，然后进而扩大它的族群范围，然后让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本土的蚊子有本土的欧巴克亚能够抑制。卫生局解释，用蠓仔吸蠓仔方式有两种，新加坡采用是压制型，就是互港的蠓仔感染欧巴克亚菌了后，甲野外母的蠓仔交配，生的卵就无法度孵出。毋过高雄按算互港的甲母的蠓仔拢有即种菌，甲野外的蠓仔交配了后，扩大生物范围，来压制因体内天高热变动复制的速度。这项技术会发表伫国际期刊，菲律宾大学跨国合作了后，估计明年初就会开始野放蠓仔做试验。记者综合报道。台电伫11月要推出新的电价方案，甲少人用电的时间对9点钟有人到18点钟，这尖峰和离峰的电价呢，一度会当差到6-7块。亲像钢铁业等行业，若准安排伫个离峰时间来做这产线呢，会当降低用电的成本。不过业者也讲呢，无免去讲到这生产连订单也拢无，这才是上界大的问题。生产螺丝螺帽啊，除了靠人工来控制产线排程，生产的机械其实是真正电力需求真大。因应产业需求，台电对11月开始要推出高压甲低高压电力配除生产时间电价方案，鼓励业者多多利用离峰生产来省电费。没有这个诱因了，光靠拍天这样子就在放无薪假的呀，还有什么电价有什么诱因？你是到10块我嘛无来的。业者讲，台电新方案看来虽然有诱因，能降低每个月用电的支出，不过对因来讲，现阶段接无订单，这是上大问题。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讲，对多数制造业来讲，好处也是较多。工具机、机械业、铸造业、钢铁还有纺织等等，那他们就可以来做这样的调整，来降低他们的电费。那我们初估大概是有1.7万的高压用户可以来试用。近期台电对着高压甲低高压电力配除生产时间的电价，对毋是热天的离峰时间是每天的0点到早是6点，再来是中昼11点到下晡2点，离峰时间是无连续的9点钟，对这个产业生产的排程是不利的。台电讨论了后，建议出对11月初开始，尖峰时间又等到连续18点钟，离尖峰的电价每一度是差6块到7块。你在夜班算加班，有一些工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自动化的工厂，它本来就是24小时在操作了，监控的时间停下来，然后用利用的时间，那产量又减少。尽管台电推出这阵电价内底计小差上多的时间电价新方案，不过对产业界来讲，全世界时机拢无好，接单的状况也下降，要经由离峰的时段来调整生产的排程，尽力降低用电的成本，恐惊这效果真有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是政府认证的菜市仔名，这内政部户政司公布国内上接出现的名，查甫叫做是嘉禾，这禾是和气的禾，嘉禾上济。那查甫名是淑芬上介济。今摆对着时代的变化，也流行和无共款的名。查甫第一名叫做温色，那查甫的第一名叫做品言。有家长表示讲，会尽量避免甲囡仔和这菜市仔名，以好听、好记、好写为主。伫街路上唱歌、讨糖啊，囡仔精心变装打扮，环境万圣节。不过，即阵家长拢替囡仔安怎号名咧？根据内政部户政司统计，民众定来看名前3名，男性是嘉禾上多，佮再来是志明建宏，女性是淑芬第一名，佮再来是淑慧美玲。我们那年代就是秀啊，什么黑猪啊，什么宝啊，男生大半都是比较。那个什么尾啊，什么那个墙啊，什么这样啊。我自己名字我觉得也是蛮菜市场的名字啊，对啊，对。方便讲一下。我志伟会啊，或是什么星啊之类的啦。我的名字是我妈直接取的，没有算命。好听就好。对啊。全随世代无同，号名情形也有所变化。新世代定来看名，男性前3名是温色、尤婷、朱瑞，女性是品言、依辉、吴辉。
不过，甲以往定来用的算命号名，部分现代爸爸妈妈反倒当希望囡仔的名卖收菜市名。就是尽量也要避免菜市场名字，好记就好，然后笔画不要太多，重点，因为他们以后可能写名字也会造成他们的困扰。查一下笔画，然后再自己翻书找喜欢的字，因为算命的话就很容易会菜市场名。有部分新世代爸母讲，像温习品言，亲像艺人的名，也是以好听、好记、好写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大巨蛋11月特别进行压力测试路，即台北市议会教育委员会今日去到现场视察，着机关刺刀球，发现讲这厝顶的顶呢会害球员看袂清楚，而且这球员休困区的悬度无够，会害球员去弄着头。机关佫伫咧大巨蛋内面呢，捡到真济这是粉假刷的这个粉尘啊，即期讲这工地管理安全，要求晚上爱需检讨修正。真的会吃的，真的会吃啊，那个真的很亮。台北市议员陈优成摕棒球手套伫大巨蛋斗接球，发现除了浅铺色的椅仔有食球问题，厝顶强光恐惊互球员看无球，影响比赛。另外，球员休困室悬度无够，190公分以上的球员伫休困室可能会弄到头，甚至电视荧幕佫会冻掉的，要求晚上检讨修正。确实是比较严重。那不晓得是不是跟大巨蛋它在墙面上也是采用白色的墙面有关系，所以看起来都不太像正常的状况。那远雄还是有他的坚持跟说明不清楚的状况。那实际上的考察有发现这些问题，就应该好好解决。30台北市会教育委员会实际去视察，真侪议员发现问题袂少。虽然状况还佫咧修改，不过11月18就要进行压力测试赛，佫开放观众入场。不过到即马练习室拢还袂好，洗手间啊分晒规涂骹，抑佫有秘鲁官啊出现伫施工现场。烟蒂跟酒瓶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大巨蛋的这个工程里面哦。这个施工的环境、公共安全，我们必须要尤其特别的来重视。这些建议我们都已经把它全部录案起来，然后会条列式的列出来，那会转支给这个远雄啊，请他们去做改善。另外，也有议员提出要做满意度调查，体育局表示，11月份测试赛会邀请所有议员参加，嘛会邀请远雄做满意度调查。针对议员的建议，会要求远雄改善，绝对袂放水。远雄嘛回应，各项意见拢会一项一项检讨甲改进。记者综合报道。当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扩建案，自救会今去到行政院外口抗议，认为这台积电就已经退出啦，为什么佫爱征收土地呢？呼吁这特区管理局就爱赶紧撤案。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未来这个案件报行政院进前一定会和民众沟通。啊，那特区管理局是表示一切是依法行政，会重新评估这计划用地范围。反征收！反征收护家园，因为桃园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扩建案要征收用地，大几台居民被迫刷走，造成自救会。30特别到行政院陈情抗议，自救会认为，当初为着争取半导体产业发展进驻计划扩建，即马就算大家当退出，又要被征收，到底是为啥来征收？我的孙女问我：“阿嬷，还要参与你的家吗？”我说没有。抗议没有成功吗？我说他们听不到。我们今天要再带你去一次，希望政府不要这样抢夺我的家园。行政院副院长，也是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先生，到底人命重要，还是龙科3期扩建案重要？除了当地居民抗议要求特区管理局撤案，包括市立委陈昭华、政大地政系教授齐世营等人，拢到场声援，现场也有行动局向行政院代表递上认证书。那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特别就龙科3期来讲呢，实际上我也已经请这一个国科会还有相关的单位呢继续再来跟当地的地方政府还有民众来做最好的沟通。对自救会抗议，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计划伫本院进前一定会甲民众、参国民团体做更较好的沟通。特区管理局表示，一切依法行政，绝对无违法进行土地征收，会重新评估计划用地范围。不过自救会认为专案违法违宪，随后转去监察院陈情，要求监护院主持公道。记者综合报道。
以色列继续攻击加沙地区，当地有一间病院受到迫害。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以色列有要求因撤离病院，不过有一寡病人是跋倒山顶动的。加沙的卫生部就表示，当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大部分是女性也有未成年的囡仔。这份救援物资的卡车慢慢开入加沙南部一间病院的停车场。为顶礼拜五接受10台卡车运作物资，而到继续卡车再运物资到位。美联社报道指出，这批33台卡车是到即马为止上大批的物资进入加沙。只是联合国表示，在加沙真一间仓库，互人创入夺取物资，反倒当地公共秩序开始崩盘。This is an indication that people in Gaza have reached a breaking point. The levels of desperation, their frustration, their fear, their concern. They have been living under tight siege for more than 3 weeks. Bombardments continue. They have lost so much. 加沙民众无奈表示，人是欠食欠水，也未去抢物资。加沙卫生部表示，战争到即马已经造成超过8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加未成年的囡仔。以色列对加沙一间主要病院周边展开猛烈轰炸，造成病院进一步损坏。以色列阁要求病院进行撤离。We don't have the means to evacuate Al-Quds Hospital. We have over 400 patients who are inside the hospital. Many of them are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Evacuating them means killing them. That's why we refuse the evacuation order. 一个医师指出，加沙病院的医护全工拢在工作，医疗特别崩盘，而且同时也断气。若未马上提供援助，死亡人数会增悬。同一时间，以色列遭到绑票的经济加上，烦恼亲人的安危，要求政府在采取任何行动进前，拢应该优先考虑人质的安全。We are just hoping that Netanyahu and all the other politicians and the people that get this decision won't forget the hostages and will think about them before any decision that they are making. 哈马斯在攻击期间劫持200多名人质，包含囡仔，目前只释放4个人，而且在顶礼拜时表示，以色列空袭造成50个人质死亡。不过这讲法无法度得到证实，外界相信人质可能藏伫哈马斯企业棚坑内底。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以色列甲哈马斯战争引起无共宗教族群的紧张。这罗西亚伫高加索地区有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达吉斯坦共和国，有人讲要等这以色列航班飞到位的时阵，就要冲入去马哈奇卡拉机场闹代志，致使这机场是随关起来。达吉斯坦政府表示讲，目前这情势已经有控制落来啊。真侪民众摕到巴勒斯坦的旗啊，拿花真主之代，拿甲航口玻璃窗拆掉，走入去达吉斯坦的首都马哈奇卡拉机场。因伫航口内底四界走，拄着人就问讲以色列人伫倒位，惊到要死的机场员工甲伊讲，办公室内底无以色列人，遮的暴徒规气冲到飞机跑道去找人，甚至到机场外口去查客机的车辆。遮防空的计划必须当局随即将机场关起来。另外，宗教领袖也出面来谴责。Т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шней акци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ы искренне говорю, вы ошибаетесь. Таким путем этот вопрос не решается. 位伫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小俄罗斯联邦，民众超过8成是回教徒，真侪人不满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造成将近8000人死亡。礼拜部分民众听讲有一个以色列航班的降落当地机场，真侪人就去示威。达吉斯坦内政部讲，即阵已经有60人互抓起来。达吉斯坦领袖拜伊也去机场关心，强调会严厉来惩罚暴徒。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发表声明，要求俄罗斯当局保护以色列公民甲犹太人。也来根据及时的航班追踪的资料显示，礼拜确实有一架红色航空的航班对特拉维夫起飞，伫当地时间暗时7点，加紧降落伫马哈奇卡拉。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纳贝合头一届进行政党协商，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当面沟通，会后也做伙提出4点声明。不过外界也伫咧关心，在野上介强的总统人选是由什么人来出线？
因两个人是强调讲会赶紧找校友期来讨论。那民进党是即期南北两党协商是伫咧做政治利益伫咧遐分，做互中国欢喜尔。请两位党主席来握手。秋底义，南北顶开头一摆政党协商4大共同声明，要进行台湾第3波民调改革，中华人员政策等未来发展共识，强化国会功能。总统应该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国会协助上大化，两党互相支援，也过外界上关注的，也是在野上强总统候选人安全产生。我们必须要由包括朱立伦、包括柯主席、包括侯友宜，我们在内，我们尽快的坐下来就这个总统大选的第一个从组合到共同的目标，我们尽快的来定案。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嘛，所以刚才朱立伦主席也讲嘛，尽快3个人坐下来谈嘛，只要是一个公平的、公开就是然后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比赛方式。那当然，我们就既然要合作，我们还是尊重对方的意见。传出国文第2个先甲过台面见面，国文第无访人，在一处表示要团结一切会当团结的力量。侯友宜也强调，总统这一局并无出席。我在这一局的总统以及政党轮替，我不会缺席。侯友宜出席观光业者参事，讲观光证件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放令禁团令。颠倒是民进党看南北政党协商，赖清德兼办总干事潘明安讲，南北联姻变作是歹戏拖平，那因为理念职务分配，那不是就是权力分赃。我想国人已经看了这个很不耐烦的，把这种权力的分配作为彼此政党合作的基础，那未来是国家的灾难。所以我个人看这一场南白联姻会是一场政治的仙人跳。未来总统敢是去国会进行国情报告，潘平安表示，赖清德是无拜贴国情报告，也毋过敢要进行一对一询答，是尊重国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维护台湾108台 M1A2 战车呢，明年头一批38台会到位。不过国军打算要起45座战车的掩体，强化战力保存。不过，这个预算是9亿，到最后包厢说讲爱增加到17亿，那准无只干会当做20组尔。国防部长邱国正早起有回应，讲目前还有其他掩体通好用，也会提出其他的解决方式。国军强化地面作战能力，向美国买108台 M1A2 战车，头一批38台预计明年都会来台。恐惊面临车保不足，出现战略保存的维修，因为国军战甲车是放伫室外，欠控制设施，真歹挡强军的第一击。对此，国军规划新建45座战甲车掩体，原本预算9亿，也毋过设计承包商却要求提款到17亿，那无只会当完成20座，专案目前无法度招标。推动是有困难嘛，有很多实际的问题，缺工缺料，还有的其他很多因素。那国防部也一关克服，不能讲说完全这个就停顿了。但是要推动工作的话，总有方法，分批的、分年的，还好就像我们平常有掩体也是可以用的。为着应对中共无人机侵入外离岛，国军买无人机甲研发反制系统，陆军也拟定3大关键，部队会当优先用枪，也毋过爱评估射击范围，敢有飞行器，无人机角度点，敢是伫海上3公里内，敢有船只顶，若有安全顾虑，才会当用干扰枪反制。不过前反驳，安尼会白卡白手。那既然来犯，就代表没有好意嘛，没有我还在考虑什么会打到海里面去，这个。哎呀，这样的话把我们绑手绑脚工作做不下去。中华危机对立局面，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启航时节，欠开到当阿伯堡，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杰三搭出席北京香山论坛，强调无论什么人要将台湾为中国分裂出去，中共军队绝对无答应把被手软。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听习近平的嘛，对他整个构想大概是军事都是支持国家战略嘛，因为目前他已经成了一个好像常态了嘛，常态在里面有小幅度调整，这就我们平常国军在关切的。邱国正表示，中共对台威胁常态化，无受人权世界影响。中国国家战略无变，军事战略都未变，国军会继续掌握中共特情。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要推广全民国防教育，推出台湾头一本带囡仔熟悉军人的绘本。这高水的插图简单的内容，让囡仔熟悉阿兵哥对做囡仔时阵就开始国防教育啊。海军舰队伫台海前线组织强军的船只来唱法，用简单的文字加上趣味古水的插画，囡仔也拢看有，了解国军保家卫国日常。一名英国基金会甲民间业者合作，推出台湾头一本熟悉军人的绘本，用半年时间实地走访三军的野区，访谈现役的军人，让囡仔更加熟悉这无名英雄，对国防教育向下扎根有帮助。基金会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就2个原因，第一个是跟国防部、教育部一起推广国防教育；第二是让社会知道，荣民北北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哈。如果我们可以例如说战争来的时候啊，懂得先躲起来，或是帮军人做后备，帮他们做一些加油。那这个观念如果可以从小孩子开始扎根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台湾会非常棒。英民英冠基金会希望经由绘本有关国军甲民众的距离，现场内真侪军官甲英民，除了为现役军人讲这训练甲救灾心路历程，已经做25年以上的英民杨先生是绘本的主角之一。唔但分享做兵的经历，讲到国军近年来慢慢受到民间的重视，是真有感觉。我退伍下来之后，我对社会依然有一个牺牲奉献的责任，所以我毅然投入志工单位。几乎快2天2夜没有睡觉，2天2夜。那当时还是下着大雨，一样背着物资。当你看到灾户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很感动。至少我们的付出有了回报。国防部讲，国防教育绘本推广计划会使让大人甲囡仔了解支持国防，加做国防建设的后盾。国军也会用行动来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记者综合报道。蔡政府上任讲要推动转型正义，不过有民间团体就批评，针对着追究加害者和程度不宜为止的部分呢，拢做无够。再去民间团体就和政治受难者抑个家属，做伙去到中正纪念堂游行，希望蔡政府落任进前呢，就要落实转型正义。台湾无需要。这次关注转型正义的民间团体和228白色恐怖受难者甲家属，身躯顶派受难者的相片来到中正纪念堂花口河游行，要求蔡政府伫卸任进前赶紧程度不宜为止，尤其是中正纪念堂要量查转型。加害者伫遮高高在上，受人崇拜、瞻仰，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代志。所以过去威权统治的政体改替了后，就是完全转型正义落实。为到目前为止，台湾也未完全落实。立法院这会期已经是本届立法委员最后一个会期。民团指出，交代立法院简单进行国家机密保护法和政治档案条例修法，也搁欠缺加害者救济专法、不宜为止保存专法和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修法。因要求立法院赶紧把转型正义法制化内容做好条。我们最后要郑重的呼吁，好好的面对你自己承诺过的转型正义工作。希望我们可以在明年选举之前，看见民进党政府具有执行政策的能力。蔡政府自上任以后，成立东山会、促转会，希望透过公布真相、程度不宜为止来推动转型正义。但是民团指出，政府伫咧追究加害者和程度维权上等的部分，还阁做甲无够。因呼吁蔡政府和朝野各党派，爱透过转型正义法制化来深化人权和民主的意义。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今早起，伫国道3号通霄交流道附近有轿车使用这驾驶辅助系统，却去弄到施工单位工程车，也搁去弄到货车。警方和专家拢强调，就算这轿车有使用驾驶辅助系统，驾驶人员爱换行道路、目睭看头前，才当随时做应变。救护车151赶紧到这事故现场，一台白色的小客车坏伫国道中央，工程车甲大客车分别停伫内边的车道甲路径。这台小轿车车头拢已经弄歹去啊，工程车车架拢变形啊，大货车也互弄到。我看到刹车来不及，闪路肩，闪路肩，可是他因为是他的撞击力过快，转过来就直接撞上我了。
这事故发生伫30早起8点外，地点是国道3号通霄交流道附近。国道警方讲，一个小客车死掉的驾驶因为开驾驶辅助系统，敢若无注意头前的路况，弄到正伫进行春秋芳工程的车，3台车开车的人97台拢是零，小客车开车的人受伤送病院。一辆小式客车因开启辅助驾驶功能，未注意车前状态，擦撞与内侧车道施工单位之防撞车，小式客车驾驶由消防局救护车送至苑里综合医院救治。这是高速公路苗栗路段12天内底第2站开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弄到4天车辆事故。专家讲，驾驶辅助系统包含定速巡航、车道偏移警示、小龙预防、瞬时控制甲盲点侦测这功能。尽管降低行车疲劳的压力，不过开车的人依然应该爱手扶方向盘，目睭看头前，以便及时应变突发的状况。如果定速跟车这些都设定好了，脚是可以把离开油门跟刹车的，但是还是要放在附近呢，做一个预防。那另外手的话，还是要放在方向盘上，然后你的眼睛还是要看着前方，不然发生车祸、发生状况的话，你还有来得及做反应。高公桥去年就把这次宣传影片提醒使用驾驶辅助系统应该注意的事项，警方是呼吁用路人莫过度挖靠这个驾驶的辅助系统，另外要注意头前车辆状况，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一个查甫人，去年12月车去弄到抽水摩打，警方也发现讲伊食酒赛车，依照公共危险罪介起诉。不过，这个查甫人伊是强调讲，伊无食酒，是使用某一品牌氯翠水才有酒精反应。桃园地方法院伫咧审理时阵，要求伊当场录一解，3分钟后来酒测共款超过标准，落尾法院是判伊无罪。车祸事故检方接到报案到场，先进行酒测。桃园一名细过查甫人，去年12月暗时刷车弄到抽水摩打，酒测达到0.58毫克。细过查甫人讲，无啉酒是使用有酒精的氯翠水。听到会不会觉得还蛮讶异的？对，真的。哦。警方认定涉及酒驾移送地检署侦办，细过查甫人妨以公共危险罪嫌起诉。不过桃园地院审理了后，针对细过查甫人主张，依照相关证据调查结果，袂当排除被告伫酒测进前有使用含有酒精成分的氯翠水滤嘴的可能性，所以法官要求同款的氯翠水、同款的酒精测试器当场勘验。细过查甫人酒测值是0，使用氯翠水了3分钟，佮使用矿泉水滤嘴，酒测值是2.12毫克。被告在接受酒测的时候，有可能因为使用含酒精成分漱口水漱口的结束时间还没有达到15分钟，导致检测所得数值超标。第二表示，以检察官所提出的各项证据，形成有罪明确性不足，应该提出实质举证，所以判被告无罪，专案有案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个20岁少年人，顶礼拜暗时骑奥多摆经过人母时阵，煞互一台轿车撞到。这车顶6个人撞到人了，随逃走。受伤的这个受害者呢，真严重，人还阁伫咧加护病房。撞到人的这名驾驶是一名移工，昨已经去警察局自首啊。离背暗时6点外，深色轿车驶真紧，伫路口弄到一台奥多摆。另外一个角度，监视器翕到这台车弄到边的人家厝才停落来。车顶的人是开始落车，这旅客加上司机有6个人，却拢无人报警察。一群人就安尼醒着来离开，互家属真不满。因为弄一个真大力，这20岁骑奥多摆民众是重伤，人还阁伫咧加护病房，鼻也因为受伤严重，已经挂掉了。至少就把它挡住嘛，围住嘛，不要再让它可能有2次伤害或什么。那今天是那条路真的车子比较少，那如果车子多嘞？家属透过在地面车社团讨救兵，警方追查了后，发现车顶有9名移工，除了赛车胜败查甫人有合法居留权以外，尚无有2名是逃走的移工，其他人的身份还要调查。也那这位司机第2天暗时已经自首了。裴南健南逃法网，遂于昨日18时许前往嘉义专勤队投案。你一个外籍移工来，伊发生代志，爱做伊走，啊政府抓到，你上计判刑甲关，还是讲甲遣送回国，啊家属求偿无门。
家属透过警方和网友的协助，找到这位弄着人的嫌犯。不过，民意代表也讲，这逃走移工若准发生类似的案件，可能会害受害者讨无赔偿，政府应该重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表示，明年军公告会加薪水4%。财政部长曾翠芬伫立法院也表示，台银、土银这两间关股银行，也有华南一银、合库等公股银行，也会调薪水4%至5%。另外，主计长张德斌也指出讲，目前已经有编44亿的预算，准备提供予退休军公告做价退金的调整。进前行政决定，年前298亿预算替军公告加薪4%，好真侪上班族是真心酸。即马财政部长曾翠芬也伫立法院表示，8大公股民营行库每年拢会加薪水。公股行库要加薪，预计加薪的幅度，你认为要落在多少？目前就我们所知哈，公股民营的银行目前来说，他们的加薪的幅度大概在4%，所以有些必须要经过他们的董事会通过。国营的部分当然因为他们也在计算相关的数据当中。曾翠芬表示，每年除了台银、土银两间100%关股银行，亲像华南一银、合库等公股银行会调薪4%到5%。调黄金已经宣布通过加薪4.5%，加薪的幅度超过公务人员。那加上考绩加升迁晋升，每年整体加薪幅度有希望超过8%。只是每年军公告调薪4%了后，退休的军公告月退金是不是对咧调悬，也引起大家关心。退休的军公教人员也会有适当幅度的调整，是不是？宽列金额是44亿元，将来到如果委员会做了决定，我们就会按照那个支付。台铁做的是国内贫富差距已经创10年来新高，虽然薪水调整也是捉袂到物价起价。主计长朱哲明认为，若要改善贫富差距，都要透过社会福利支出，所以社会福利支出预算为4600多亿增加到7130亿，成长17.5%。记者综合报道。一直有真侪家庭照顾者因为找无人来替手，就跋倒休困，也可能这外籍看护工也需要休假，找无人来斗三工。即马民间团体推出创新的互助休喘试办计划，2个人一届照顾4个至6个失能、失智或者是身心障碍规划，唔但会当轮流休困，也会当解决这骹手无够的问题。欢喜甲查某囝抬杠，社工也伫边仔互助协助。今年88岁林妈妈中风了后，引起血管性失智症，佮因为欠外界刺激，病情渐渐恶化。原本是一专心照顾母亲的林小姐，虽然有需要的时会申请休喘服务，也毋过家己一个照顾的压力，也是互伊真歹休喘。一直到报名使用互助休喘服务了后，才互伊知影照顾原来会当安尼做。人力算很足，然后而且比如说这几个长辈来讲，今天轮到你帮忙顾，然后明天换帮忙顾，这样子，好像我多了一些家属在帮忙一样。目前长照2.0，伊对于居家休喘，一工上侪申请10点钟，政府负担3850块。也毋过中介收入甲一般户民众，逐个月也是按依照使用照顾服务项目，有5%到16%的自付额。佮因为照护员人力食来，加上有一寡家属无放心省钱等因素，使用率偏低。即马民间团体推出的互助休喘试办计划，由一位专业照护员搭配一位照顾者志工照护员，以2对多照顾策略，一摆照顾4位至6位失能、失智还是身心障碍者，佮一位照顾者志工，只要照顾1工，就会当换2工的有效休喘。是鼓励家庭照顾者出来预约换工、预约喘息，然后他们跟一位照服员搭配，然后也可以透过这种人力的派遣和媒合调节，可以达到真正可以喘息的机会。陈建良表示，互助休喘除了解决照顾服务人力不足的问题，也希望家庭照顾者行出孤立，透过同齐合作，会当安心交接，也会当增加照顾者甲被照顾者社会参与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进入高龄化社会，这失智症的病人也快速增加。伫瑞典就一间养护中心设一个假的公车牌仔，要互一寡失智症的住民的转移情绪，帮助因恢复平静。加利斯德哥尔摩西南方的南泰利耶市一间养护中心，会发现这个走道真无平常，表示979路线的公车站牌挂悬悬。养护中心解释，这是专门为原来失智者设计的公车站。
Det här är vår busshållplats. Den kom upp här för 4 år sedan ungefär. Och tanken är att den ska användas för att avleda våra boende. Så vi har en bänk där vi kan sitta och prata. 定陪伴湿地居民伫加站牌等公车的外保哥讲，别人会因为焦虑的情绪刷查袂转去，照着陪伴等公车的时，抬杠讲话会转移中者的注意力，帮助因恢复平静。外保哥讲，多数的湿地中者会伫尾暗的时阵出现伫公车站，焦虑程度较悬的居民一天甚至会来几下抓。Man packar ofta sina resväskor. Och då blir det här automatiskt ett bra redskap för oss att kunna avleda och kunna sätta sig och prata om resor, vart man har arbetat någonstans, vad man ska äta till middag ikväll. 德国一间养护院伫2008年首先采用假公车站的做法，真侪原本因为不安煞死过走的湿地住民，看到站牌了后，就会停落脚步，减少住院事件的频率。外保局为住民的体验情况观察到，伫熟悉周边甲人对话，确实会当舒缓湿地症病人的焦虑。Först när jag nämnde idén så var det många som tyckte att det var en ganska lustig idé. Men sen när vi väl hade satt upp idén och man ser att den fungerar så märker man att det är en bra idé. Det är ett enkelt redskap, någonting som alltid finns här. 荷兰养护机构也运用同款的做法，帮助湿地长者为熟悉记忆稳定情绪。荷兰阿兹海默学会甲国家铁路局合作的怀古旅游车厢，伫壁面放的火车桶装大银幕，播放实景的走马影片，营造一火车旅行的体验。伫荷兰弗雷欧佛弗拉凯岛的养护中心，居民多数是退休渔民，则有一只甲实际船身同款大的互动船，放渔船的摆设，驶船的时，拿观赏海景，搭配音乐甲海鸟等声音，帮助湿地的船员居民唤起伫海上的人生基地。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家己铺子第一市场伫1986年改建了后，这个老市场就渐渐愈来愈无人。等来到故乡的少年人惊这市场的基地会消失去，就举办老市场的导览。搁伫咧市场的厝尾顶举办活动，希望互众人重新来认捌这个老市场。伫咧铺子市场打开始进前，铺子的市仔是迄边卖鱼仔，这边卖饭料。活动主持人带民众伫第一市场内底行踏。透过高楼伫遮的广告招牌，了解到这栋市场内底过去的历史甲生活，而且搁伫市场的厝尾顶举办活动，一寡头一届来踅市场的在地人嘛感觉真新鲜。无来看过，感觉讲阮铺子在地足侪物件的，路迄个景色拢足水的啊。伫1905年有这个菜市啊，76年改建完，甚至周边的店家的大姐，伊遐开店，而且出事比较大汉，拢毋捌起来这个菜市啊买啦，所以即马有这个少年的要来办这活动，阮全力甲支持。返来故乡的少年人伫市场开店，为着要让大家会当用无同的角度来看故乡，所以就一寡店家用行踏甲活动的方式，搁一摆来认捌地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历史。所以当在做导览的时候，事实上是把铺子的历史来介绍给大家。那当然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护、珍惜这个地方。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就常常来市啊，迄阵咱是因为有亲戚住咧遮，我足介意这个市啊的气氛。我感觉伫遮会当，互我一直想到我较早细汉伫遮佚佗的迄个感觉。地方的少年辈提出创意的活动，请少年人来参与。望地方的文化会当一代传一代。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了要互偏乡的学生也会当亲近这传统表演艺术，高雄市文化局举办艺术体验教育计划，邀请几多种传统戏剧嚟到校园演出，唔但会当互囡仔接近到这传统文化，也会当学到本土语言。剧团团员出色老练，将布袋戏红仔弄甲真活泼，演出我是英雄这段戏剧，经英国电影茶红仔剧团来到翠屏国小表演。戏台下学生囡仔看了是哪笑哪拍婆啊，拢感觉真趣味。我伫电视顶看无同款，听一些听得懂的台语，就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学校嘛，希望把这台语推广的语言甲文化一直推广落去。
囡仔唔若介意布袋戏红仔，这小朋友阁会当穿歌戏衫裤，对演外动作来学搬歌戏。高雄市上课歌戏是将动画故事加入歌戏元素，是个游戏，嘛互小朋友伫台顶用台语表演来加做歌戏演员，甲大家互动。透过表演，学生会当学习台语的口碑甲词类，这拢是课本学袂到的知识。就是有囡仔伊像打扮做小小还是小段，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互伊用，就是讲用一个最简单的词，我介绍讲两句台语安尼，因在现场学。小朋友经过传统戏曲的欣赏，唔但会当来欣赏咱节目的美好，而且呢会当同时来学台语。长期文化局举办艺术体验教育活动，因为疫情停办3档，今年总算佫开始安排剧团去校园演互偏乡学生看。今年有7个剧团拢做演出24场，毋望透过艺术体验教育计划，毋但互学生认捌传统戏剧，嘛会当互母语定根。记者钟友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湾西部海峡有特有亚种的台湾白海猪，全世界存无100只。中华着保育团体进入校园，用趣味的方式教囡仔认捌台湾的特有亚种，也了解到这保育的重要性。囡仔大声唱歌，主角是生活伫台湾西部海峡中华白海猪当中的特有亚种台湾白海猪，但即阵全球存无100只。因为咱一个西海岸，咱知影上侪就是咱的工业区、火力的发电厂，吼，啊个港口，这建筑啥物拢破坏咱海洋的生态，啊，所以因的环境呢就变啊讲足无好的。先了解台湾白海猪的习性，佮用游戏的方式，互囡仔哪算哪认捌生态保育。卖软断不舍，爱保护白海猪。咱这边的鱼仔足丰富的，咱一切咱生态是足平衡的。拄恁若白海猪找无物件食，就代表咱的生态出问题啊。所以阮想要讲，有机会来较好校园甲大人讲。保育团体表示，海洋保育其实甲地方产业发展的关系真密，希望透过宣导活动，互囡仔了解家乡的生态，同齐守护环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27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